冒險王啊，我都受之有愧啊！揸呢個法國嘅客貨車，我覺得係一種挑戰咯。今次嘅旅程咧，我大約行咗2萬公里左右啦，中國啦、南洲啦、新疆啦、哈薩克斯坦、俄羅斯、拉脫維亞、北歐、立陶宛、波蘭、德國，跟住我再揸上落去瑞士洛桑，再落翻佢哋嘅法國嘅標誌嘅博物館。哇！俾個感覺嚟講咧，呢架車咧雖然2,000cc，但係我感覺上咧有成3,000cc。啱啱咁巧咧，我應該有班朋友咧5個人，我不停試架車上大帽山、落大帽山、上大帽落山、落大帽山，冇事。刁難啊，其實都唔係叫刁難嘅，你好似哈薩克斯坦同俄羅斯咁，因為佢嗰邊係講俄語，咁變咗嚟講大家溝通唔到，同埋佢填嘅表格咧大部分都係俄語。So far佢都好幫忙俾我過咯，因為點解始終咧佢好少見到香港人係揸車過，佢哋覺得好奇怪，點解你嚟咁遠？因為佢哋都覺得香港離開佢哋嘅國家係好遠。架車咧，今次我去嗰陣時咧都冇乜特別改裝。N 展啊、輪胎我全部都原裝嘅，就算我出發之前咧，我都係俾翻標誌廠同我換晒偈油嘅成。最改得裝最多咧就係個頂架，個頂架有個縫啦，俾我哋有時食嘢方便啲啦。就算真係當露營嗰時，我都做一個 camping 咁 camp 住啦。同埋帶咗幾塊沙板，係我哋玩四驅車用嘅，乜都冇用過，全部落到沙堆都上翻嚟，因為佢有個失準降粗，就係我奇怪啦，因為呢啲咁嘅嘢咧係我哋四驅車先有嘅。去到波蘭咧，就試過俾警車截停咗，同埋我曾經試過一次，我喺俄羅斯，我俾人拉咗。哇！火焰山嗰度真係好熱啊！嗰度即係我諗係成個中國最熱嗰個地方㗎啦。咁我地下都成差唔多60度，咁我自己再擺喺我個車頭，臨嗰個地下仲熱過車頭嘅，我車嘅溫度都係50度到啫，嗰個頭冚嘅溫度就。我哋坐4個人，幾百公斤。沿途有冷氣，未死過火。因為之前咧，我係揸過2年咧，就啲四驅車去英國，但係發覺咧好多路咧都好靚好平，咁我變咗嚟講冇咩挑戰。其實我都真係估唔到呢架車俾我好滿足咯。